来快，日食月食，来，还是你唔通写唔对啊？日食月食的时对的。食物为食哈，食物为食，你唔通啊加一个虫。啊，无好咱做奇怪，咱台语的日食安怎讲？咱有一种讲法是，就是讲的天狗食日，吼，天狗食日。啊，你若要讲两字吼，因为咱是倒变过来，咱都会台语甲华语用倒变过来，就讲台风，咱台语叫风台，吼。啊，咱若迄个，这是文法的问题吼。咱想讲，咱讲公鸡，啊，台语会讲鸡公、鸡母，佮伊的性别迄种在后壁，哦，做会中理，这是语法，它的文法不同。啊，所以咱台语吼，讲日食月食，咱是讲时日时月。但是咱台语词典内底吼，这个是有加冲字边，有加冲字边，这是你爱去考认真要注意吼。但个台语的字吼，伊有迄个，咱做者国字吼，咱拢无分，比如讲，阮细汉拢后壁爱叫啥物公布栏，布安怎写？布刚有人字边。就无啊吼，什么时候改了我不知道，我们以前的布都有人字边哈，现在好像可是你写有人字边告唔对，好像也没错我问你迄个，我要跟你拼命还是叛命？叛命。你也想拼命对不对？有错吗？没有，好像没有哈。盖情都没挡嘛哈。考试会被扣，真的会被扣。考试就完蛋。拼命跟他就被扣分。有啊，拼命被扣。但是迄个，你台语内底查足多吼。咱这是布，虽然拢读布，但是这布就是讲布料的布。你也公布，咱讲公布是这个，这个查有济，这连读法都无共，这是拼音，这拼命，你袂当学做拼命，但是华语在学，唔知啦，我是国文老师，国文老师的同学，上标，来，再来看。咱有这样来看这个日食月食，来想来日食，日月地三者连成一线，向你丢。日食的时阵谁在中间？月亮。月亮是中，把太阳光炸掉的，这叫日食。然后问一个问题。你感觉看起来看起来月亮较大，太阳较大。月亮。看起来，我当然知实际上太阳较大啊，但是因为太阳较远嘛，较远的物件看起来较细嘛。你感觉看起来是月亮较大，太阳较大？月亮。因为你要问讲月亮敢会咱甲太阳规个炸掉的，因为阮看起来像较大嘛。是月亮较大，太阳较大。我来讲吗？这是一个，我唔知算天文巧合算天文巧合，就是今仔日太阳若甲月亮平衡，就走来月亮，是月亮刷迄个太阳平衡的时阵，你看起来，因会差700倍、400倍。问题是，
月球跟地球距离多大？咱用光速好啊，咱讲过啊，光从月球照到地球要多久？你发光的时候有讲过这？太阳是500秒嘛，月球嘞？你知？月球1.3秒，光速多紧，足紧，我用形容词啊。大概那么。Very fast 30万啊，那连这个袂记啦，每秒30万公里啦，所以1.3秒的距离偌远，差不多40万公里。啊，你若甲500除以1.3，安尼差几倍？啊，我一个啊。有点伤我的脑筋哦。对。1.3。差不多嘛是400倍哦。500除以乘以1.3。差不多500差1.3秒，就是我要算太阳跟月球的距离差几倍，对不对？加差不多400倍嘛。所以你看哦，这就是说什么？今仔日太阳跟月球看起来应该差不多平大。有人家感觉月球较大，有人家感觉太阳较大，就是因为因的轨道是椭圆形的，所以有时太阳会较远，月亮会较近；有时月亮会较远，太阳会较近，因为是固定的圆形轨道，所以这造成咱咩个月亮有当时啊会当规粒把太阳炸掉的，有当时啊，若太阳啊离月亮啊远的时阵，伊个对啊较准，伊嘛无法度规个炸起来，所以会造成啥？全部炸来变啊，日全食，一部分炸来变啊。一个外面留一圈，叫日环食。来，我会解读。这太阳，这月球。来，大家，太阳它不是一个点，它不是一个点。伊若不是一个点呢，光源也造成什么结果呢？你把月球切一半。好，来，咱看这个图，这个部分叫做本影区。你若伫本影区内底，你完全看无太阳。这个叫做半影区。你若伫半影区内底，太阳是一部分互炸掉的。若伫遮的区域咧，完全无炸着，完全无炸着。所以伊的差别就是，今仔日你若地球，地球为家，地球的人伫本影区内底，你看到的就是啥？日全食。你若伫半影区内底，你看到的是啥？日偏食。日偏食的看的不会太阳啊，因为太阳不吃蔬菜水果偏食啊，营养不好。日环食嘞？什么东西啊？日环食你伫对？来，我来讲，你若伫遮，毋是伫遮啦，地球是我后壁的啦。我这不对。地球若伫遮，你若伫遮，
给超过这个三角形范围，搁配合后边。你若伫遮，你对准，伊嘛是抓着一个，哦，安尼知影无？好，这是，所以来，我问下，同一个时间，地球上敢有人，可能有人会看到，有部分人看到日全食，部分人看到日环食，敢会发生这种代志？啊？我先甲大家讲。袂发生这种代志，啥物袂发生这种代志？因为日全食跟日环食是太阳、地球、月球三者距离。比如讲，今日月球离地球比较远，太阳离地球比较近，月球遮不住全部的太阳，所以会造成日环食。所以你看到日环食的时阵，敢若一部的人看到日环食，看到一部的人看到日偏食。无可能有人会看到日全食。今仔日若无就是日全食，即个日食，无就是日全食，无就是日环食。袂有个人看到日全食，有个人看到日环食。啊，毋过你会看到日全食或日环食的区域，拢是一个小的带状区域，在比较大的范围以外。也让看到日偏食，啊，嘛有部分人连日食就完全看不到，啊，伫地球顶管，这个是日食，咱因为讲过啊，因为月球公转跟地球公转夹角差了5度，所以造成不是每一次初一，因为。咱讲过，这时阵月球在地球和太阳中间，这是农历初一。农历初一的时阵，还有可能发生日食。好，农历初一还有可能发生日食，因不是逐个农历初一拢有日食，佮因角度差5度，所以会相会。伊咧踅做侪年了，做侪时间了，伊搁啊对啊准。成一直线，一爱三星日食，啊，日食会发生。好，再来咱来讲月食。恁桌顶有台灯吼，恁台灯会放。左边还是右边？右边、左边。左边。这看起来你是右撇子啊，左撇子？我是。你还右撇子，你台灯爱斜对边？你爱斜左边嘛？无你会看到日食嘛？好。你若看到右边，你的手的影子的走去你要下移的所在嘛？对吧？给大家标专写，你是左撇子的举手，有没有左撇子？左撇子没了。哇，没了。A 有。哎，台湾左撇子特别聪明。对啊，我很聪明。你今天开始改左撇。改左撇，我跟你说。你在改左撇。谢谢我爱人，用错。哎，这样呢？讲了，哎，这有科学根据的。既然我们人的头脑分成左右脑，左右脑掌管的思考不太一样。左脑是有逻辑的脑，右脑是创造力的脑。我是创造力的。哎，哪一边重要？都很重要。都很重要。然后呢，我们的左脑是管你的右半部，右脑是管交叉过来的啦。右脑是管你的左半部，可
可是你会发现哦，你在学校学的科目，用左脑的多还用右脑的多？有逻辑、有系统的思考，然后一种是横向跳跃性的思考、创造力的思考。你在学校上的课里面，地球、理化、数学这些东西用到左脑的嘛，可是你用到右脑的，照道理来说，那些艺术的啦、音乐的啦，是右脑的。啊，你用到哪一边的机会多？左脑。用到左脑的机会多，对不对？可是你如果今天是右撇子的话，你又经常要用左脑去控制你的右手，对不对？所以长期下来，你是发展会失衡，就是你用到左脑机会越来越大，右脑机会越来越小。啊，所以我们要聪明，要两边平衡嘛。阿雷扎尔知道原因没？所以以后就算你是右撇子，尽量用左手。尽量用你的左手啦，用你的左手会锻炼你的右脑啦。左手不行。啊？去跳舞。怎么用？很简单啊。左手。你要开始把电脑滑鼠撒在左边啊。用滑鼠简单，本来不是叫你左手写字。我曾经练过左手写字哦，我练了1个礼拜，终于让我的字可以让人家看得懂。啊你可不可以左手刷牙？可以啊。刷得干净吗？干净啊。我喜欢右手。可以哦。左手拿筷子比较困难啊。左手拿筷子就比较困难。对啊。但是拿汤匙拿叉子可以吧？可以。我这里雕渣哦，我有研究这个筷子哦。你沙滴哈，你沙滴敢有交叉？有。你讲，想看卖？你沙滴的是安尼，像加刀安尼交叉呀，就，交叉。你拿筷子，交叉的。啥意思啊？哦，交叉的啊，这样拿的啊，像剪刀一样的啊。对啊，这样子啊。对。是他考试的。交叉。没有交叉。你都在哪里？来，你无交叉，就是安尼塞。塞啊。安尼塞呀，手。你看一半嘞。这样真的很厉害，这样子真的很厉害。不会这样，会交叉。为什么？很好呢。啊是你讲的。这样真的很厉害。应该无人安尼嘛，应该你习惯是这种尔嘛。这我研究过，这各有优缺点。交叉的优点是什么？你知道吗？交叉优点可以剪掉面条。这样剪刀一样啊。那个嘴巴咬咬就断了。我谢谢你啊。可是用筷子剪断比较酷啊。可是没有交叉有一个缺点，交叉的筷子要夹要抠刀会骨去，所以你若无交叉无交叉安尼杀你夹迄个抠刀花生较好夹。啊你若安尼你若交叉它一定一上一下嘛，一上一下夹花生的时候会滑掉。你说花生还要夹？不是用插着啦。以前那个张厚武在《代码速读散记》里面他说他们以前内战的时候物资很缺乏，所以他们吃早餐的时候那个花生他们吃早餐的时候规定夹花生只能骑马不准抬轿。什么意思？不要拿什么叫只准骑马不准抬轿？马上夹花生。你一根两一粒，这样2根筷子去夹花生，是不是很像2只脚骑在那个马上？抬轿是什么意思呢？抬轿是你筷子拿平平的，就从盘子这样子戳下去，平平的进去，然后这样拿起来。因为你这样子拿起来，你的花生就有可能技术好一点，还可以夹3、4颗起来。然后
一盘无几粒嘛，互你好3、4粒。结果恁，我看恁即摆若去避里食早餐吼，土豆无人要食，搁规大盘。结果有个人恁食中式的嘛？恁一般避里的早餐拢中式的嘛，所以特定有土豆嘛。个土豆无人爱食，结果有爱食土豆的，就规盘，安尼落去落底啊底，伊车顶一面架一面布，迄毋知叫骑马坐轿，互伊吓死人。所以，这个我调查起来真的一半一半，然后筷子写一篇论文啊。来看 yes。论文是要说写就写。你不要看论文有什么，你随便一个题目就可以写论文啊。筷子拿法的研究。没有，你说，然后可以完成那个硕士论文。你可以做田野调查，然后筷子各种不同拿法的企业。安怎？其实筷子不是一种很优良的食具啦。这起真的，它背后有很多起源。为什么东方人会用这个筷子？因为而筷子，你知道筷子的用途实在是很窄。筷子当叉。刚才有说无好用就对啦，无好用。来，来看月食，月食的月亮照一下，好，月亮照一下。你的台灯敢放在，但依照讲台灯其实最好应该在后方，就是立式的那个台灯，你用立式的台灯，然后从后面过来。然后你就会写字或写那个。什么？可是你不可能放在正后方吧？正后方你就真的看到月食了，因为你的大头就是地球，然后就整个把灯光遮住了。你一样啊，用右手的就放在左后方啊，用左手的就放在右后方啊，这样照过来。因为什么？你台灯啊，系伫头前，你的目睭会有可能会互光直接照到。你若伫后壁照过来。一定袂看到迄个规个电火布啊，所以对目睭较好。所以有人讲台灯上好是徛伫后壁，那种立式的台灯站在你后面。所以这个像安尼啊，太阳光照过来，地球挡住，然后呢，光线无法到达月球，所以。月食一定是15的时阵，他看到，来月食5分，来我跟你讲哦，小港有地球的本影甲半影，咱若月亮规粒距离本影区叫月全食。来到月偏食是什么意思？来，加以注意哦。咱讲话讲，迄个地球进入太阳的本影区叫做日全食，地球进入太阳的半影区叫做日偏食。即卖月球进入地球的本影区叫做月全食，那月偏食是什么？是月球进入地球的半影区吗？不对，不是哦，是月球只有部分进入地球的本影区，月球全部进入地球的本影区叫做月全食，月球部分进入地球的本影区叫月偏食。那月球如果进入半影区嘞，我们有一个名称，这个课本没有，叫做半影月食。这个不是删掉了吗？对，删掉了。
补充一下，对我挂号。半影月食是什么意思？就是在半影里面的月亮。半影月食发生的时候，我们先讲发生它会怎样。它发生的时候，你根本还是可以看到整颗的月亮，只是它的光度会比平常稍微减弱而已。啊，你没有去测量，仔细对照它的光度，你看不出来。啊，所以你会看到实相的只有月全食跟月偏食，而月偏食是月球有部分进入这个地球的本影区，部分进入本影区。啊，你讲月全食的时候，你嘛是在看着月亮，你会看着红色的月亮，因为太阳的红光，互咱的大气层折射，红光是最容易折射的。啊，无我问你的，你讲你知个什么10万个为什么？一定问你这个问题嘛？想要天空是蓝色的。对啊，为什么天空是蓝的？啊？为什么天空是蓝的？对，为什么天空是蓝为色？什么不是绿的？啊，为什么夕阳是红色？为什么不是粉红色？啊，阳光不是白光吗？红橙黄绿蓝靛紫吗？啊，你这些太阳是白的，可是为什么背景的天空是蓝的？为什么是黑的？为什么不是黑的？对啊，为什么不是黑的？我告诉你，你今天如果在月球，你今天如果在月球上，你去看，背景就是黑色。你到月球上去看阳光，没有阳光，只有那一颗太阳是白的，背景就全黑的。是安怎月球会安尼？月球无啥，无大气层啊。所以咱会看到背景是蓝色的天空是大气层，大气层做啥物代志？是安怎是蓝色的？这恁光学无讲到。海平面。蓝光最容易被散射，蓝光最容易被散射，所以背景是蓝色。为什么夕阳是红色？红光最容易被折射。所以红光可以折掉。啊，红光最容易被折射，所以实际上你已经看不见太阳，它已经下山了。可是因为红光最容易被折射，所以你还是太阳下山之后，你还是可以看到红色的晚霞。所以我们在月食的时候，还可以看到红色的月亮。好，这个因为红光最容易被折射的结果。咱的日食、月食、好江。